今日喺公益啊，靚女請飲茶，我哋去公益茶樓度飲茶。細個嘅招牌入邊醞釀住好傳統、好懷舊嘅台山味道，食嘅就係情懷啦。歷史悠久，好傳統㗎，乜都要自己自助㗎，沖茶遞水，自己鋪台布，自己去廚房攞餐，全手工製作啊！我細嗰陣時都整過㗎，不過冇佢哋咁熟手啊。好靚啊！嚟啦，你好似阿叔叔咁樣樣搓，嚟正式童工啊！阿童工啊！好似襯開咁啊！依家台山飲茶一般咧10點咧就冇位㗎啦，係咪啊？唔係10點就有收市㗎啦，而家11點啦，仲咁多人啊！食咗先靚的回憶排骨，好正好正，擺清盤啦！飲完茶咧就可以去海旁呢度行下散下步啦。喺公益茶樓嗰度行200米，行到呢度咧就係淡江啦，渡口啊，江嘅對面咧就係開平啦，呢邊咧就係公益啦。係啊，渡口啊。